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花莲检方侦办花莲文化局长吴敬义向检举标案涉嫌独立厂商，伊互检方约谈了后，含科长詹俊雄尾也是互检方申请羁押。花莲地方法院伫早暗裁定，两个人拢受押。前23的花莲县文化局长吴敬义，和廉政署人员约谈，因为伊互人检举涉嫌甲景点将军府标案独立厂商，不法金额差不多500万，一个涉及小额采购案综合申报，甚至甲公务车使用，一个指定特定宗教人士到境内做仪式，并且用业务费核销费用等不法的代志。海关讯问后，应认其中无姓被告、真姓被告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所涉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且有羁押原因及羁押的必要。文化局长吴俊义、科长詹俊雄被声押禁见。这是伫咧前民政处长民良真，因为涉及罢免不实连署案被起诉了后，最近半年，县府第2位局处首长和司法单位调查，县长一认为讲尊重司法，相信当人的清白，并还没有真正判决。没有进入判决没有错，但是你有道义上的责任，你有对花莲县民交代的责任，因为这个人是你用的。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就是公务人员但是你捍卫他，行政依法处理。你可以。昨下昼开羁押庭，经过4点外钟的审理，认定吴敬义涉及盗利，詹俊雄涉及诈取财物加盗利罪，拢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而且有交产证人支付，裁定羁押禁见。公司新闻综合报道。